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7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智慧聰明是親人淫婦誘惑人避孕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。禱告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7章。我言你要遵守我的言語，將我的命令存記在心。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的法則，或作指教，好像保守眼中的人，係在你指頭上，刻在你心版上。對智慧說：你是我的姊妹，稱呼聰明為你的親人。他就保你遠離淫婦，遠離說諂媚話的愛女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戶內，從我窗棂之間往外觀看，現如蒙人內少年人中，分明有一個無知的少年人，從街上經過，走近淫婦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在黃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，看哪，有一個婦人來迎接他。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詭詐的心思。這婦人喧嚷不守約束，在家裏停不住腳，有時在街市上，有時在寬闊處，或在各巷口蹲伏，拉住那少年人與他親嘴，臉無羞恥對他說：平安祭在我這裏，今日才還了我所去的願，因此我出來迎接你。懇切求見你的面，恰巧遇見了你。我已經用繡花毯子和埃及線織的花紋布鋪了我的，我又用沒藥沉香桂皮分了我的榻。你來，我們可以飽享愛情，直到早晨。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樂，因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門行遠路。他手拿銀囊，必到月望才回家。淫婦用許多巧言，有他隨從用諂媚的嘴逼他同行。少年人立刻跟隨他，好像牛往宰殺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帶鎖去受刑罰，直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鳥急入網羅，卻不知是自喪己命。眾子啊，現在要聽從我，留心聽我口中的話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婦的道，不要入他的迷途，因為被他傷害撲倒的不少，被他殺戮的而且甚多。他的家是在陰間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宮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7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智慧聰明是親人淫婦誘惑人避孕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智慧聰明是親人淫婦誘惑人避孕，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5章遠離淫婦，愛妻子領受訓誨蒙福祉。第6章不可懶惰不作，保奸淫為戶必遭報。第7章智慧聰明是親人淫婦誘惑人避孕。想一想，為何人會被手淫呢？